近日，世界各地陆续都有庆祝世界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的活动。香港多位立法会议员和学者纷纷表示祝贺，赞扬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同时也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香港支联会主席、立法會議員李佐仁敬佩法輪功學員多年來堅持真理、不畏強權的精神。全世界都會覺得即係呢個精神本身咧，係喺一個最大嘅強權啦，中共下邊咧都係冇屈服到。咁我諗全世界嘅人都有睇到呢個精神嘅存在，亦都係會向呢個精神去學習咧，就係我哋要堅持我哋自己嘅信仰，堅持自己嘅真理嘅。立法會議員梁耀忠說：“20周年是很難得的盛會，他向法輪功學員表示祝賀。咁我喺度祝賀咧，就大家能夠可以除咗身體健康之外啦，你哋嘅工作能夠係可以愉快同埋暢順嘅。咁社會而家發展咧係好重視每一個人對自己啲信仰同埋對自己啲行為咧能夠堅信同埋堅定不移嘅態度嘅。法輪功朋友咧，佢哋都不斷喺咁多年裏邊咧都係有咁嘅堅持嘅態度，咁我覺得值得我哋欣賞嘅。”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鄭宇碩說：“法輪功多年來已受到國際間的廣泛肯定，希望大陸當局改正錯誤。真係平反對佢哋嘅迫害，對佢哋嘅基本權利重新尊重嘅話，我相信所有熱愛中華民族嘅人，希望中華民族得享基本嘅政治權利，得享最基本嘅自由民主嘅國民，都會為呢件事感到高興嘅。”新唐人記者林秀儀、新林在香港報道。